又係我火姐啦，大家好。咁呢一集咧，火姐就要同大家解釋下外國人喺馬來西亞買物業所有嘅開支大拆解啊。首先，第一筆當然係大家嚟馬來西亞買物業嘅所有開支啦。咁呢筆錢咧就包括第一係買賣合約嘅律師費啦。咁喺馬來西亞咧，買家咧係一定指定咧要聘請律師嘅。咁第二，如果你係有做按揭或者有做銀行貸款咧，咁你就必須要有一份銀行貸款嘅合約，而呢個合約咧都係買方需要支付嘅費用。咁一般咧，以上呢兩個費用咧都屬於係一次性嘅費用。第三啦，當然少不了一個就叫做 Stamp Duty 印花稅嘅費用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叫佢做 MOT。MOT 嘅拆解咧就係 Memorandum of Transfer。咁即是話，當你嘅物業起好嘅時候，政府地務局需要將呢個物業登記去你嘅名下，咁咧佢就要同你徵收呢個 MOT 嘅費用啦。MOT 嘅費用咧，對外國人嚟講咧係一個 flat rate 嘅一次性，咁就會係你嘅物業嘅8%。咁 MOT 一般係幾時要俾呢？咁就要睇下你買二手啦，或者係買樓花啦。咁大家聽清楚，買二手樓個呢，就係你做買賣合約嘅時候呢，就同步要俾呢個印花稅，即係 Stamp Duty 啦。因為咧，二手樓係即刻由第一手業主咧需要轉名同登記佢哋嘅名下嘅。咁第二，萬一大家係買樓花咧，咁就唔需要急住要俾喎。喺買樓花嘅時候咧，係唔需要先俾 MOT 嘅，直接發展商交樓俾你，你收完樓啦，咁發展商就會通知你，政府 ready 要割名俾你旗下啦。咁喺嗰陣時咧，先需要係俾呢筆費用嘅。咁呢筆費用記住啊，唔係俾發展商㗎，由呢個買賣合約嘅律師咧代表去收呢筆錢，咁之後咧再付俾我哋嘅地務局政府啦。咁接落嚟當然係講收樓之後有咩嘢嘅開支啦。喺馬來西亞讓車就好平啦，咁讓樓咧究竟有幾平呢？好，我哋以下咧就拆解一下業主一般咧每一年咧讓樓嘅開支啦。第一個咧就係門牌稅啦，咁咧就香港人咧就叫佢做差餉嘅，咁我哋咧就叫 assessment 啦。呢筆費用咧就係當地市政府向你徵收嘅費用，咁一般咧就攞嚟維修我哋咧喺馬來西亞呢邊嘅道路啦、街燈啦，例如垃圾費啦、landscape 啦等等啦，咁一般咧都會係一年咧徵收2次嘅，每半年一次。第二筆啦，都係俾市政府嘅，咁我哋就係叫 Quitland， 就係土地稅。咁土地稅大家放心，非常之平，一般咧可能係一年收一次，又或者係一年收2次。第三咧就會係物業管理費啦，咁一般住喺公寓嘅業主咧都係要去承擔嘅。咁物業管理費咧，一般咧就會係你住嘅公寓入邊嘅保安費用啦、小區嘅清潔費用啦、咁泳池啦、健身房啦、facility 嘅維修費用啦、咁一啲 condo 入邊嘅公共嘅設施嘅費用啦，同埋咧一啲滅蟲啦，同埋一啲 landscape 嘅維修費用啦。咁喺馬來西亞呢邊咧，同你哋嘅國家係好唔同嘅喎。比如物業管理費啊，大家係可以無限次免費咁樣咧去使用你公寓內嘅所有嘅設施。喺我哋嘅每個月嘅物業管理費入邊咧，有18%嘅費用咧係保留咗嚟做呢個維修基金嘅。嗱，呢個咧就同你哋嘅國家好唔同啦。但喺馬來西亞呢邊咧，每個月嘅管理費嘅呢筆維修基金費用咧就會累積起嚟。咁當以後啦，可能係10年後啦，或者8年後啦 ，condominium 或者你嘅公寓咧需要做一個好大嘅維修，例如右外牆啦，或者係啲重大嘅費用咧，咁我哋一般咧就會用維修基金嘅錢咧就去履行呢個費用嘅。咁換言之咧，業主咧到時咧係唔需要自己咧每一戶咧去自付呢筆費用嘅，咁就減輕咗你好大嘅資金壓力啦。咁物
業管理費咧就要睇翻你自己公寓嘅一啲rules and regulation 啊，係咪每月咧月費咁同你收啦，或者係每一季同你收啦，或者係每半年同你收啦，咁就要睇翻你哋自己嘅 condominium 嘅要求啦。第四，業主咧係強制性一定要買呢個火險嘅，即係 fire insurance 啊。fire insurance 咧一般咧都會係 cover 你屋苑嘅 common area 喎。如果大家想安全啲咧，想買翻自己屋企入邊嘅家具保險咧，或者屋企入邊嘅火險咧，咁你記得喎，就要額外咧揾一啲咧保險經紀咧去買多一份屬於你自己住家入邊保你自己屋企同埋家具嘅一份保險啦。咁講到自己自負嘅呢個保險咧，除咗可以買火險咧，亦都可以買 burglary insurance 嘅，就係呢個偷竊嘅保險啦。咁大廈嘅火險咧，一般咧都會係交物業管理費嘅時咧，一齊咧交俾呢個物業管理公司。好，接落嚟咧，業主咧都會有一筆排污費要俾嘅，就係叫 IWK。咁馬來文咧就係 Interwater 啦。呢個費用咧其實就好平嘅啫，一個月咧可能都係唔到20蚊，8蚊到12蚊之間啦。但係非常之重要喎，因為咧我哋咧每一次咧食屙咧要拉嗰陣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呢個政府嘅排污公司啊，幫我哋清理呢啲咧邋遢嘢啦。咁我哋咧就要俾政府呢筆費用啦。咁一般咧，呢個排污費咧，都係呢個排污嘅公司咧，可能都係每一季啦，同你去徵收嘅。OK，咁火車計下咧，咁每一年大家要去 maintain 咧嘅開支咧，應該頭先咧都已經咧一咁樣列出俾大家啦。但係為咗咧俾大家更清晰咧，咁咧我火車咧就做開一個表格出嚟，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下我哋依邊嗰啲 sample 嘅計算啦。咁喺呢邊咧，我攞咗一個細單位啦。係喺滿家樂嘅一個1300嘅單位，咁我咧就幫大家計翻條數，俾大家一個概念。咁樣一個1300嘅單位喺依邊咧，究竟一年咧個開支咧係有幾多啦？大家可以睇翻呢一個 summary。到最後啦，咁講完咧，大家有咩費用要俾咧？咁當然咧就要提下點樣去俾啦。頭先又講咗幾時要俾啦，點樣俾咧就係呢度咧，依家其實嘅電子同埋 online payment 咧係非常之發達，咁大家咧可以通過自己嘅銀行做呢個網上轉帳俾有關嘅政府機構。咁第二咧，亦都可以去有關嘅政府機構嘅網站啦，或者佢哋啲 Apps 啦、電話 Apps 啦，跟住去嗰度支付呢啲 payment 嘅。又或者啦，上幾集咧，火姐有解釋過呢個 Touch and Go 啊，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大家如果有 Touch and Go 咧，亦都可以直接喺 Touch and Go 嗰邊咧做呢個轉帳咧，俾有關嘅當地政府去解決呢筆錢嘅。咁啊，呢一集咧，火姐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希望咧，呢啲少少嘅知識咧，都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咁我哋下一集見咯喎！咁喺我離開之前，唔該攞起你嘅手，撳個鐘仔，撳 subscribe 啦。咁你就會第一時間咧收到火姐嘅最新影片啦。咁我哋下一集見。